高铁站离市区太远了，因为这边下一个乡镇就是高雄，所以它几乎就是在台南的最南边，非常不方便。那你觉得市府有规划一些，就是接驳跟转乘的这个服务，包含这个沙轮的这个区间车，你觉得这个转乘跟接驳的服务做得怎样？虽然有转乘的服务，但是还是觉得不太方便，浪费了很多的时间。觉得有点远，然后其实这比较不方便。我觉得它应该设在市区或者是在园区那边，应该会科技园区那边会比较适合这边的发展。对，那你对于这个接驳或是转乘的这个规划，您的看法？接驳跟转乘其实我觉得做法都还 OK， 然后我们也是可以接受，只是说就是当然越方便是越好。对，这交通方面就是大家都需要越便捷越方便越好。我自己的认知了哈，一个交通建设的开发可以带动当地的发展。那在这个地方，我认知是不会很偏远，原因是什么？因为整个台南腹地的开发，如果透过沙仑站的设站，我们吸引了一些建设进来，实际上可以带动两个区域的发展，可以把偏远地区慢慢的做另外一个方面的规划。像譬如这个地方规划了沙仑绿能城，那实际上可以做一个副都中心的方式来辅助台南市整体的发展。那在这里的话，现在也吸引了一些大学过来，像交通大学。我的认知，这个实际上是对整体台南发展是有益的。高铁站路线的这个选定或是车站的这个选址呢，这是交通部中央在规划的事情。那当初在做路线的车站的规划选址的时候呢，首先需要考量就是是不是有那么大的范围的土地的面积可以来做车站的专用区。那另外一个是这个土地的也需要容易取得。如果涉及大规模的这个土地的征收跟房屋的拆迁，那当然就是会影响这个土地这个车站专用区的这个选择取得的难易度了。所以当初因为这些考量，所以才设在这个比较偏远的这个沙仑地区。那这个台南市政府因为这个定案之后知道，就是说未来有这个车站会在这个比较偏远的地区，所以为了跟这个市中心的连接能够接驳，能够让搭乘的民众方便。那后续呢，也台铁建设了这个沙仑支线，能够利用台铁的接驳到达市中心。另外一个是我们市政府也跟高铁公司来开辟这个高铁的接驳专车的公车，那让市民能够这个很方便的透过铁路或是公车的转乘，能够进到市中心的部分。